為期半年嘅上海世博會喺10月31號圓滿結束。期間，香港館吸引超過200萬人次參觀，而城市最佳實踐區香港展覽亦都迎接咗130萬人次。身兼香港特區參與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督導委員會主席嘅政務司司長唐英年，一直密切留意香港參博嘅進展。由08年開始，佢多次去到上海視察工程進度，並且就香港參博嘅各個範疇給予指導同埋意見。唐英年表示，香港參與上海世博會係香港歷嚟參與國際活動當中推廣工作最龐大、最全面、最持久嘅一次。香港參與有史以嚟最成功嘅上海世博，我哋深感自豪。我要感謝上海方面嘅大力支持同埋有力協調，等我哋喺世博會取得令人滿意嘅成績。雖然盛會已經結束，但係我哋嘅友誼將會不斷延續。我希望，亦都相信，滬港合作未來將會有巨大嘅空間同埋機遇。香港喺世博園區嘅2個展覽深受觀眾愛戴，特別係底層嘅3維電影，以及頂層嘅小型濕地公園。首層展覽區每個月唔同嘅展覽亦都大受歡迎。而城市最佳實踐區香港展覽當中介紹嘅智能卡技術應用，令到觀眾留下深刻嘅印象。10月18至22號舉行嘅香港活動週，更加係香港參博嘅高潮所在。大約20萬名遊客喺世博園區觀賞嚟自12個團體、近1000位人員呈現嘅表演、巡遊同埋其他活動，包括音樂、舞蹈、粵劇、設計同埋藝術等等。此外，一系列喺世博期間舉行嘅活動，亦都促進香港同上海喺多方面更深入、更廣泛嘅聯繫，包括喺金融、法律服務、旅遊、創意產業、表演藝術、教育、綠色生活等等，大大加強兩地官員同專業團體之間嘅交流同埋合作。期間，香港亦都喺上海舉辦唔同類型嘅大型展覽，包括設計、攝影、動漫畫、時裝等等，凸顯香港創意產業嘅優勢同埋才能，亦都令到兩地創意產業得以交流。文化節目方面，世博期間，香港一共呈現34項文化演藝節目，演出達到100場次，向觀眾展示香港喺文化、藝術同埋創意等各方面嘅人才。香港製作演出大多座無虛席，備受好評，唔單止反映咗香港藝術界嘅超卓水平，亦都證明咗香港同上海緊密相連。我仲要感謝參與策劃同埋落實香港參博工作嘅每一位人士、每一個組織，以及鼎力支持香港參博嘅贊助商。你哋嘅貢獻係香港成功參博嘅保證。衷心感謝大家。